有一班小朋友喺兩條火車軌上面玩，一條係仲用緊嘅，一條已經停用。只有一個小朋友喺停用嘅路軌上邊玩，其他嗰啲都喺仲用緊嘅路軌上邊。呢個時候你見到火車好遠咁樣駛緊過嚟，而你同嗰班小朋友嘅距離好遠，冇可能叫到佢哋避開。咁啱你就企喺路軌嘅切換器旁邊，可以令到火車轉過去停用嘅路軌嗰邊，咁樣就可以救返大部分嘅小朋友啦。多數人都會揀救多啲人，然後犧牲嗰個喺停用路軌上邊嘅小朋友。你又會點揀呢？喺停用路軌上邊嘅小朋友本來係喺安全嘅地方玩，而其他小朋友呢，就喺唔應該玩嘅地方玩。咁點解做啱咗嘅人要為咗其他人嘅無知而犧牲呢？如果你可以保持清明嘅心，其實係冇需要切換軌道嘅，因為嗰班小朋友應該知道佢哋玩緊嗰條係仍然用緊嘅軌道，聽到火車聲嘅時候自然會即刻走開。但係如果將軌道切換，嗰個乖嘅小朋友就可能會慘死，因為佢冇諗過火車仲會開去已經停用咗嘅軌道上邊嘅。好多時我哋都會衝動咁樣去決定事情，冇辦法睇到啲細微嘅差異，尤其是喺緊張忙亂嘅時候，就更加容易作出錯誤嘅選擇。所以就需要持續禪修，提高覺察能力，嚟到保持一個清明嘅心啦。